各位業主、街坊同埋長輩就快過年啦，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，事事順心。早排我哋小組就升降機議題發起嘅聯署，好多謝各位街坊咁踴躍支持。聯署信已經喺2月9號正式交咗上去，而家正等候緊法團安排召開特別業主大會。喺呢個過程入邊呢，我哋都有好多感受，所以想喺呢度同大家講翻最新進度，順便講幾句心底話。首先，我哋真係好想向法團主席溫太致敬。交信嗰日，溫太親手接信簽收，表現出長輩應有嘅風範同胸襟。呢份氣度，我哋做後輩嘅一定會記喺心。30幾年嚟，溫太為屋苑由黑頭髮做到白頭髮，日夜奔波，大家都有眼見。呢份堅持同付出，真係值得我哋每一個尊敬。屋苑大大小小嘅事，咁多年嚟都係靠溫太帶住法團團隊默默撐住。我哋明白溫太係呢個家嘅定海神針，法團各位委員都好辛苦。不過隨住屋苑樓齡越嚟越大，之後肯定會有更多大大小小嘅維修工程要面對。時代唔同咗，而家嘅工程招標、法律規管、申請政府資助等等，複雜程度已經唔同以前。法團真係要有足夠嘅判斷同分析能力，先可以幫屋苑把好關。我哋絕對唔係質疑主席或者任何委員嘅付出，但講到換電梯呢件事，法團個決定真係令大家好難信服。睇翻法團份文件，話因為現有維修商做咗15年，所以俾佢好高評價，決定選擇佢。但係一單成千萬嘅更換工程，除咗睇價錢同信譽，更應該睇重技術。例如間公司主業係咩，規模幾大，有幾多師傅，有冇相關工程經驗，呢啲唔係雞蛋裏挑骨頭，而係用緊大家嘅錢，一定要小心謹慎。好多街坊都有疑問，亦都好想知一個做咗30幾年、經驗咁豐富嘅主席，點解會有咁令人費解嘅取態？其實係咪有咩左右緊法團嘅決定，定係其實反映緊法團嘅決策能力遇到瓶頸？我哋傾向相信係後者。溫太以前幫法團穩健理財、盤數由虧轉型，佢嘅能力同付出無人懷疑。不過當屋苑開始老化，維修工程一單接一單，單靠一個人嘅力量，一套舊方法，真係好難應付今時今日咁複雜嘅局面。最近新聞成日講大維修嘅爭議，好多個案嘅問題症結就係在於過度授權。決策太集中，政府都準備修例，收緊授權票嘅安排，唔俾少數人話晒事。呢啲唔係偶然，係對制度失衡嘅警號。就算唔講大維修，好似主席感言入邊講嘅，屋苑各樣維修保養同改善工程陸續有嚟，又話批咗消防工程資助，預計今年年尾或出年年初做。可以預見嘅係，我哋屋苑將來面對嘅維修保養工程只會越嚟越多。容許我同各位街坊講句真心話，當法團嘅決策能力開始被人質疑，而未來幾年我哋又要接連面對大大小小嘅維修大關，到時我哋仲可唔可以當唔關自己事，繼續佛系咁面對呢？今次換電梯嘅議案只係接住嚟保養維修工程嘅頭盤，之後接踵而嚟嘅各項工程，我哋仲信唔信得過而家個法團可以幫街坊揀個最好嘅方案？如果冇一個有理性判斷、處事果斷、識分析又有新思維嘅法團幫我哋把關，到時每戶要夾嘅錢，隨時會蠶食晒大家份退休積蓄，甚至要動用預留俾仔女嘅血汗錢。要有個識睇技術細節，聽得到街坊想要咩，咁對公家錢負責任嘅法團，先至可以真正保障到我哋。我哋想再講多次，聯署小組要求開特別業主大會，從來都唔係想搞對抗，而係想集齊大家嘅力量，做翻實事。重啟換電梯嘅議案，俾時間街坊去了解方案，公開討論，等大家掌握晒資料之後，再親身投票，咁樣先揾到最啱、最安全、最抵嘅方案，唔好使冤枉錢。重選法團呢，係可以俾班同樣好錫呢個屋苑、有理性、識分析嘅後生一輩，有機會加入呢個30年主席不變嘅團隊，注入翻新思維、新動力。我哋好清楚，將重選法團寫入聯署訴求，一定會有人質疑你哋係咪有私心啊？冇錯，我哋真係有私心，
我哋嘅私心呢，就係想呢個家可以喺更開放、更透明、更有活力嘅路上邊繼續行落去，而唔係一直原地踏步、固步自封喺度。我哋想同一啲到而家仲未表態、選擇沉默嘅街坊講幾句。我哋明白，可能你曾經對法團失望過，或者出過聲，但冇人理，耐咗就索性唔出聲。但係今次同埋之後每一次，希望你可以企翻出嚟，你嘅聲音好重要，你嘅意見係值得俾人聽到㗎。為咗令大家對緩梯方案清楚啲，等大會嗰日可以做個知情又負責任嘅決定，聯署小組已經建議法團舉辦一場居民大會，請投標人或專業人士嚟講解下、解答大家嘅疑問。不過最緊要嘅係，我哋好希望大家喺特別業主大會嗰日可以親身出席，用行動為我哋共同嘅家投下寶貴嘅一票。最後再一次祝各位街坊新春平安，家家戶戶都和和氣氣。